暝，大家来看书写作业的作文，也部分同中高级的作文无共样。总括来讲，会写2篇作文。作文的内容可能是散文，可能是故事集写，也有可能是用一个作文题目来帮大家发挥。故说在开始书写之前，要先确定到底要写哪个类型的作文，为了帮自家在时间上做得有较精准的分配。建议大家要带传统式的手表位来提醒自家好好安排时间。书写作业要在60分钟内完成2句配音同2篇作文，时间无长久。故说要做好时间的管理，能会有较好的表现。高级认真的作文第一部分，一般是要写最少150则字的散文写作，为根据题目上的三个也是诗词，请大家理解题目的意义后，写出一篇相关意义的散文。一部分的难度还是在这段三个也是诗词的意义。大家看到题目要先问一下，确实脑到重点，然后开始写出一篇散文。题目当中有提醒要改写出一篇散文，唔係相同三個也是詩詞翻譯出來哦，也就會請大家多注意。一篇係針對題目來改寫嘅散文，供大家參考。雖然字數最大嘅要求請150則字，但係未做得做分段來表達哦。散文底背最重要嘅係要講出三個也係詩詞嘅意義，寫下來係有適當嘅語言，未做得融入去，來增加散文嘅程度。書寫作業嘅第2篇作文係要寫最少350則字嘅作文。根據伊嘅說明，大家確定好自家要寫嘅方向同方式後，清楚要做好分段來表達。一般來講，最少要有3段嘅內容，係要較完整來表達。為建議分做4段，拄好用華語講嘅起承轉合來分段，就是用因為、故所、嘆氣、最美，按呢4段嘅分配來表達主題。作文字數莫太少，當然未唔是寫到兩種字，腦到重點，注意結構。目前唔錯事，安尼能會有拿到高分嘅機會哦。一篇用色彩做主題嘅作文，分做4段，用起承轉合來寫出考生個人嘅體驗，還有查對考生生活同客家文化嘅意義，再用一個傳統嘅三個詞。總共500人字，供大家參考誒。因為寫作有時間嘅限制，故所冥想嘅時間無法度太長。為咗在短時間之內做得完成一篇作文，建議大家平常時節有機會就多練習寫作。高級認真嘅考試，係要一段時間嘅準備同答辯，相信大家3晚認真準備後，絕對冇問題。向下加油哦！